乡亲继续要来看这个台南蚵仔养殖季特别结束了，也毋过这个收成普遍无好，因为雨水少，这个海水无雨水来参滥，盐度真高，所以有真侪虫害，蚵仔死亡率嘛真高，影响到贩仔收买意愿，还佫蚵仔农规起来放弃，把这个蚵仔病拖倒来岸边，提早来收工。讲今年这个蚵仔农减收4成。本钱拢赔了咯。食蚵仔煎一定会食到青的蚵仔。点心档的头家讲，今年蚵仔的介绍起真济，互做食的头家拢嗨餐。起价我提价220，即阵现主是160。是安怎会安尼？来到台南饲蚵仔的所在，蚵仔农无用收成，钓牌啊，甲蚵仔喂沿海再转来蚵仔寮。不过今年收成歹，为年初就发现真侪蚵仔死去，收成率比过去歹。这就是规个都死啊！拢开去啊！嘿，超过4成，要5成，减收量。因为可汗雨水少，蚵仔壳和蚵仔泥对大量出现来食蚵仔。母蚁的外壳那个石灰虫较侪，石灰虫较侪，里面的菌有比较多。当然也有研判是说，有可能就是因为今年较无雨水。台南蚵仔量变少，遂反映到市场介绍，即马已经起超5成。因为今年无物件就较贵，落袂落来。正常蚵价拢差不多130、123。去年同期一斤超120到130，今年已经起到190到200。蚵仔收成歹有真侪原因，不过可能和雨水少有关系。靠天食饭的蚵仔农，大家怨叹家，讲希望明年风调雨顺，会当有一个好收成。